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南非斯北的语的第38堂课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用斯北的讲不同的交通工具。Senamelwa 意思是车辆。Senamelwa ，Sethuthuthu 意思是摩托车。Sethuthuthu ，Tekisi 意思是出租车。Tekisi 让我们再说一次。Senamelwa Sethuthuthu Tekisi。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